好，今日嘅第30句型，我老大家共下来分享嘅句型係：我記得帶乜嘅，要記得帶什麼什麼。哦，比如講吼，大家兩下都懂到嘅口訣，哦，鎖匙、卡邦、錢包、手機嘅，係冇？哦，出門家下吼，一聽我就記得帶到吼，冇帶到講呢，啊，鎖匙冇帶，啊，門一關上嘅，砰，啊，我快睇你唔得。故所咧，像係呢度東西啊，係來落雨天家下，一聽我帶到渣嘅啊，啊，故所呢下就會用到乜嘅，我記得帶。哦，透過呢個機型吼，都平常時你一定要聽到，一定要甚至會講出再嘅合法來學到。叫我來看一下係樣板形容。第一個就係講，我記得帶。我記得帶，要記得帶，要記得帶。比如講，我記得帶鎖匙，我記得帶鎖匙，要記得帶鑰匙，要記得帶鑰匙。我記得帶閘。我記得帶閘，要記得帶傘，要記得帶傘。我記得帶衫褲，我記得帶衫褲，要記得帶衣服，要記得帶衣服。哇，按到我記得帶都帶，哦，阿明呢？我記得帶乜嘅東西咧？韓國咧，哦，嘅零售紙會提醒佢，哦，都能用板型會提醒佢。我記得帶乜嘅咧？一下跳下來看下去了。